嘛有风声讲吼，这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伫个拜二暗来宣布调整汽车的关税，就是为着要减轻因美国国内汽车制造业的负担。根据了解，这新的措施呢是包括着减轻外国零件的关税等等。咱的经济部长郭志辉是表示讲，政府是希望甲美方来谈判，甲关税降到上低，上无是袂当比咱的竞争对手还阁较悬的。有一寡业者是建议讲，咱会当用定价的方式来办。 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关税政策，引起美国汽车产业组织联盟甲川普提议，希望卖甲进口汽车的零件扣25%的关税。若无致使汽车的销量减少，价效阁加悬。有风声讲，川普可能伫个拜二暗时宣布调整降低汽车的关税。针对这点，中经院预测，美国可能甲台湾扣15%至20%的关税。经济部长郭志辉嘛提出伊的看法，希望能够谈到最低的关税，不能够比竞争国家高。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谈判的部分。我也不认为说他那个高关税30几%的关税会一直维持住，它会逐步的调降下来。他愿意调降，除了外部因素以外，最重要的是内部的因素。行政院长杜永泰讲，台湾甲美国5月份的时阵，针对关税还阁会进行新的一轮的谈判。以目前的规定来看，汽车的关税是17.5%，营业税是5%，排气量2000cc 以下的小客车扣25%的货物税。 2000cc 以上的是扣30%的货物税。货物税能够下降的话，车价就会跟着下降。定额的方式，看政府直接把进口车跟国产车一律降为多少，需要再讨论。产业界认为讲，车的价销贵是因为货物税，不是因为关税。所以若是调降关税，进口车甲国产车价销就会有争差，对进口车较有利。 不过，却冲击到国产车甲零件的产业。统计汽车整体加上零件就业的人口，有83000人会受到影响。从量从价，那都是一个方案。那我觉得这两个税的设计上来讲，主要都是要降低国内组装厂的生产成本。专家提醒，经济部要定出国产车家己制造比率的规范，会慢慢提高家己制造的比率，希望在2026年了后达到35%。 即马阁拄到关税考验，台湾汽车的产业链敢会出现新的局势，嘛受大家关注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